紧来解决来。带我到开阔的所在，伊救我，因为伊欢喜我。耶和华叫我伊报答我，叫我手撑起报赏我。因为我遵守耶和华的道路，袂捌做歹离开我的上帝。三甲来吟圣诗，俄罗上帝圣诗第409首。是阮的主，永远疼人。是革命灿烂的主，那早起的日头，世间命运对我，求你已经打算，亲爱的战斗本，愿主经世可难有时包围，可人有无也起的风，吹来吹去，叫叹息来吹高。黄昏暗有水莲，困幽怨着黄茫。你的主心来看耶稣，万命上的关系，求主我心情，我心将会到请游玩起来，三甲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阮在天地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日食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说着。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人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摕着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随赦免，肉体的国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第34篇。第一圣诗的后面1059面，1059面吼。启应文第34篇就是诗篇第146篇。我来请会众来引。
要称赞上主。我一生要称赞上主。唔通我靠君王，因一个断气就归途。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伊创造天地海，也创造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上主讨放受关押的人。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上主保护出外人，伊扶持孤儿寡妇。上主会永远做王。这声要称赞上主。咱三个同心拗头来祈祷。慈悲怜悯的天父，阮感谢你。在春天，你降落雨水，满了菜园的沟，予土地肥伊供暖。你灌溉土地，陪伴土地，就是替阮陪伴五国，要使予阮有丰盛的食物。你也予地上发出青翠的草坡，甲侪侪水阁芳的花蕊，来糟蹋这个世界，要予阮上水的环境。这拢是因为主你疼阮，要将你一切丰盛甲美好，都要赏赐予阮。阮感谢俄罗你。顶礼拜，阮台湾纪念228事件，求主的圣神安慰受难家属的心灵，也求主予阮有更较开阔的心，来包容甲疼痛无共款族群、无共款国家以及无共款宗教的人，因为因也是主你，拢是主你所创造的。予阮伫彼此的相听中显出主你的荣耀。也求主赐智慧甲谦卑，予地上掌权的人，予因会当行公义，疼惜百姓，认捌主你才是真正掌权的。天父，阮感谢你的恩典，今日阮就要来回复，因为疫情所停办的4年久的主日爱餐甲平安礼。阮感谢你，也求主予阮借着爱餐，兄弟彼此会来三个来关怀，伫信仰顶面互相来扶持。求主伫疫情后来恢复阮逐项事工的活力，也互阮事工会当创新，有新的意向，适应新的变化，更加积极来传扬福音，来关怀会友。以及为着社区来提供服务，阮也要为着本教会聘牧的事来求主替阮开路，求主差派合主心意、听主听会友的牧者，来承接带领教会使命。阮也为着教会中病痛的兄弟来求主的医治，安慰因的心。也求主看顾年长的兄弟身体，尤其伫最近天气的变化真大，一倒挂寒冷，一倒挂烧热，求主保守因的，予因有勇健的身体。主啊，求你的圣神常常充满阮，按照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予阮的心勇健有开力。阮相信你要照着运行在阮心内的大开力，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求所想的。阮的祈祷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
时圣歌队要来学了，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听无比这个较大。
感谢圣乐队的儿乐，三个来恭听上帝话。头一位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4章第1节到第3节。台语汉语本旧约圣经第890面。以赛亚书第54章第1节到第3节。你无怀孕无生囝的，就唱歌；你未捌经过生囝艰苦的，就出声唱歌，出欢喜的声，因为家己店的妇人人比有丈夫的生囝较济。这是耶和华讲的。就开阔你步便的地，放大你徛起的帳幕，毋通限定。就牵长你的锁，坚固你的膝仔，因为你要做油来开阔，你的后裔的确得到列国罪业，搁互爬远的城有人徛起。搁一位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到53节。伫台语汉语本新约圣经第103面，路加福音24章44节到53节。佮对因讲，这个就是我要求甲恁伫地的时所对恁讲的话。讲，见若伫摩西的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之外的话，拢的确着应验，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个圣经。佮甲因讲，有安尼记载：基督受苦，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也反悔甲赦罪的道理，要伫伊的名来传到万邦，是对耶路撒冷起。恁做遮个代志会干净，也我要找我一辈所应允的到伫恁。总是恁着踮伫即个城，听候对顶面落来的官员，亲像衫甲恁穿。第50节，就带因出去到别大年的对面，举起手甲因祝福。祝福的时，就离别因。受直接上天，因就拜伊，就倒转去耶路撒冷，大大欢喜，常常伫店内学乐上帝。圣经读到遮，张牧师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开阔心窍，扩展境界。头先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咱即礼拜都经历所有20几年，伫即个讲台骹足侪线路，所以经历了也毋是真好势吼。所以不管是声音，还是像我即摆我都无法度看到荧幕吼所以我要拜托馆长控制迄个 PowerPoint 的人吼，就顺着我的。我爱看我的电脑，就顺着迄个来变化一下吼，变化迄个，而且我讲下一章你就下一章，好不好？较无方便。即马煞无现代的科技，咱煞袂晓讲到呢。毋知要安那，以前人拢无需要遮个物件，即马无靠遮个物件，煞规个拢真正回不去啊啦吼。毋茫真紧通解决遮个问题吼。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爸，圣经甲阮讲，人为朋友放下性命，疼无比即个较大。是性命是阮的全部，阮是有限的存在，阮只有一口气，阮只有即个性命。如果连性命就会通放弃，为着所疼的人来牺牲，真正疼无比即个搁较大的。主耶稣基督，阮看见。无比即个搁较大会疼，因为阮知，若是照阮家己的心思意念、行为行达，
将来伫上帝你的审判台前，定是日价，应该是阮，是每一个你所创造有罪的人。总是你疼无比的疼，就用你的独生囝道成肉体的主耶稣基督来牺牲，来为阮付罪代价。安尼，阮会通伫你的面前得到称作义，成做上帝你的囝儿，成做义的护士。主疼无比这个搁较大，阮会感受上帝的疼。就照约翰3章16节讲的，伊疼世间到安尼，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阮，互阮这个无值得你疼的人，来得到这种无比的疼。这个疼是何等的大，阮应该用何等的疼来回应上帝你的恩典。主啊，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伫每一届来敬拜你的时，满腹的感恩，也满腹的这个心思意念，就是面对这样大的疼，阮应该用什么款的行为，用什么款的举动，用什么款的心思来回应上帝你的疼痛。主，恳求你的圣神伫阮的中间来帮助阮，对今仔日圣经你所要教示阮的，会通来体会。主，你爱阮，开阔阮的心窍。开阮的心窍，知影安怎来算阮的日子，因为阮的年日是有限的，互阮会通得到智慧的心，互阮的人生过得，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互阮周围的人因为阮的存在来得到祝福。阮用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教示，愿上帝你悦纳阮心灵诚实的敬拜，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我要用54章的第一站吼，咱来下一段吼，先把这个圣经用出来吼。这段的圣经吼，你来甲读，你会感觉有一点矛盾吼。伊讲你无怀孕，无生过囝，你唱歌；无经过生囝苦难出声唱歌。靠我感觉真奇怪，就是因为家己店的妇人人比有丈夫的生囝较多，真有可能是安尼。家己大的被放弃的、向放杀的妇人人比有丈夫的生囝较多，这是耶和华讲的，就开阔你报病的地。这段圣经你会看到真怪。我们看下一章，你会感觉这段圣经甲这个妇人人有得到丈夫的疼，也是讲伊有是不是有生后代敢若有这种的关系。我们来看下一章。我想我们就为54章来看当时的背景，以及对今仔对咱的意义。真麻烦的，我一定拢爱讲下一章啦吼。那我们来以赛亚54章，有人甲标题就是讲受掠倒转来归回之妻的歌吼，有人安尼写。主要你若知影以赛亚书有66章，咱看后一张的迄个下一章。是我实是应该换过来。是我是毋是安尼会较好势哈？我用无线麦克风，我家己无通用，我甲这没有连线。我的电脑甲遐没有连线。OK， 多谢，我就直接安尼啦吼。咱知影以赛亚有66章，一般。有圣经学者家分做66章有3部分，1到39，这甲旧约同款39章。40章开始到55是第2以赛亚。有人讲这是甲以赛亚无同款的人用以赛亚名写的。55到66，这个是第3以赛亚。这是这圣经学者咧研究以赛亚书，感觉讲。看起来伊的对象不太一样，当然这互圣经学者去研究，所以真有意思的就是，圣经学者讲，咱今日所读54章是第2以赛亚，是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伊的对象是遐个受掠去到巴比伦，
国家灭亡的百姓，这人因对未来感觉非常的失望。咱的国家怎么会落到这个程度？咱是上帝选民，竟然咱的国家会互巴比伦、互亚述完全灭亡，咱各方离开咱的家乡，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未来。巴比伦以后波斯、希腊、罗马咱的地位伫什么所在？所以因对未来是彻底的失望。总是第二以赛亚，上帝通过这个先知甲伊讲。恁会感觉敢若互上帝放杀的一个互放杀的妇人人敢若已经看不到后代这个民族得要消失的，是一个真悲哀的某总是54章甲伊讲，恁将来会得到上帝的疼将来恁来欢喜唱歌，将来恁要看见恁的祸事会非常的多，所以上帝鼓励这百姓莫放弃愿望。应允讲，将来恁一定会搁倒转去到耶路撒冷，重建恁的国家甲恁的家园，甲上帝和好。所以，这个是对当时遐受掠百姓所上帝应允。所以对今仔日，圣经毋是干那互当时的人，圣经嘛互咱今仔日人。咱今日住伫新约的时代这个对到底伊是咧预言啥物？是咧对咱讲啥物？有时咱圣经咧读的时阵，拢会分章分节来看吼。毋过你爱甲想讲吼，随上甲圣经分作即章第几节，是后来的人甲伊分的。以前以赛亚因咧写这圣经是一贯一直落来，所以咱有时一寡思想会去互迄个分章节全甲拍断去。所以你甲想看，54章的头前是以赛亚53章。受苦的罗卜，迄个比赛咱特别今年的这个受难周是3月24开始受难周，咱一定去读到以赛亚53章。好，咱看下一章，以赛亚的53章，咱咧读的时阵特别长老会会友咱有时会忽略掉第10节甲第11节。为什么呢？因为咱课英文拢有以赛亚53章，以赛亚53章咱读。伊受鞭拍，咱得到医好啦。伊替咱担当罪过，什么到死，咱拢读一部分。随上第10节到第11节，咱定无读到，因为课文内底无，咱就甲忽略去。随上以赛亚53章第10节到11节，伊安尼讲：伊的活命做赎罪的祭。你也想看，主耶稣基督成伊的性命，就是他做咱生活对金的，伊将伊的性命献来做赎罪的祭。那安尼来讲，这个就结束性命若无伊就无都无后代总是53章第10节讲，总是伊要看见好的。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死，毋是结束，后面还有继续在进行的代志伊要加添会所。将来耶和华所欢喜的事，耶和华爱万人得救，这个欢喜的事，要伫伊的手中得到行通将来。耶稣基督要看见伊劳苦，伊献性命的效果，伊要心满意足。这段讲我义的萝卜，这个比赛用伊的知识，互最人得到称作义。意思就比赛牺牲，伫伊的牺牲赎罪内底，将来义的后裔，迄个公义的义的后裔，要非常的多也要担当。因为伊已经担当咱的罪过，来下一个。所以53章咧讲受苦比赛伊会死。算是53章后壁接着54章，讲基督毋是全死伫十字架顶，代志就煞赎罪啦。伊会国活互侪人，因为伊的名，因为伊的赎罪，得到救赎，得到称作义。将来这属灵的好的要充满全地。所以这段圣经是对当时受掠的百姓讲，今仔日嘛对咱这个互罪恶甲死亡捆绑的人咧讲的，将来咱会成做弥赛亚国度的好的。来，我们看下一个。我想咱莫讲干那伫信仰上我着成做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有时咱也亲像早时这受掠的百姓共款，为着即马所看见的情形来，
感觉也无啥望啊。像咱若国家国际来看，咱看见即个金门的迄个咱的船甲中国的船销量的时阵，就马上紧张起来，就感觉有足侪遮个代志。你讲咱到底咱的国家将来上帝要带到什么所在？有时为咱会感觉为着咱的婚姻的关系来感觉失志。结婚20-30年啊，要改变对方真难啊，就只能这样子。是讲咱对咱的囝儿，咱对咱的工作，咱对咱的各种的情形，咱会感觉没有什么希望。总是圣经的英文甲咱讲，咱伫迄个全能的上帝的稳定的下面，有无限的可能性，有无限的恩典。遐未生后来变做囝儿真多，伫圣经内底遐尼多，你看阿伯拉罕到70岁、80岁、90岁。上帝讲：“你的子孙要亲像海沙，亲像天星遐多。”到80-90岁都还没有成就，总是后来阿伯拉罕的后裔变做遐尼多。利百加也款，拉结也款，共款。撒摩利的老母汉娜为着伊未生，伊伫个丈夫伫迄个丈夫的当时传两三个某的面前抬不起头来，伊伫遐靠赖上帝，上帝赏赐伊即个即个撒摩利。伊丽莎白伫无久以前，咱讲行色的约翰的老母，嘛是已经年老，已经无可能有生囝的时阵，上帝用无限的恩典，所以伊无限制即马目前所看见的现状。伊讲你甲心开较宽咧，甲迄个帐篷互伊开较宽咧，因为将来上帝稳定，你要无地可容迄种的程度。咱看下一章，所以。是毋是我的心有准备？是毋是我已经互目前的情形限制掉咧？看袂记即个全能的上帝，可能伫我的性命，伫咱的教会，伫咱的国家所要成就，迄个迄种的应允。来下一个。所以用大天道来鼓励讲开阔你的境界啦咱看见。最近台湾足流行去露营特别少年的夫妇拢真爱带囡仔去。我感觉我是已经足久毋捌去露营啦不过我感觉即马台湾的露营，敢若毋是像以前遐趣味我家己想象。你拢空手去到遐，人拢甲你搭好势好势入去内底甲恁兜大毋是共款，甚至内底也有冷气逐项都拢有安尼甲露营都无啥意思咱迄阵露营都爱去租텐트，都爱去租即个物件，都爱去找所在，无一个固定的所在。你爱去整地，都爱，迄个感觉伫迄个筹备的过程就真趣味，当然加真麻烦咱去到露营的所在，亲像我以前阮少年的时阵，都咱正超几个人，咱都爱租几个人的即个帐篷，咱10个人要去，就租10个人。若10个人，迄帐篷搭起来就足大，所以咱整地都爱整较宽咧。毋若整较宽，你着周围都爱甲遐草甲啥用好势，拢爱搁炸石灰咧记无石灰因为惊讲蛇来啦，也搭边着爱扭，敢若迄个过程就互你母遮个代志感觉真趣味，所以就变做讲，咱到底步边要去到偌大？当然咱是偶尔出去外口去咧露营，咱知影讲几个人要甲我做伙去，所以咱就大概拢限制，我就差不多遐尼大就好。这有时间互买车共款，我有时咧看迄个人超跑的伊就限定讲，我就敢若要2个人坐尔啦。迄台车就问啊，你买2个人，伊就袂生囝咧。你若生囝，顺仔囝要安怎迄落？所以我迄阵买车，拢买7人座安尼。嘛，上帝互咱霸主千孙安尼再看。你当时买就限制你将来发展啦所以有一句话讲，贫穷限制我们想象，因为咱唔知影讲好野人好野到迄种的程度，一个包100万咱无当想象，确实无当想象。有时咱也家己的所看见限制咱会通开阔的境，所以我的心是毋是准备好势？我想咱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化瓦解这我真深的感受，因为2000年的时阵才开始讲，即马是地球村全球化已经无分印度啦迄个地球是平的啦印度、中国诚做世界工厂，因为遐劳工真侪来迄落。
所以你看，经过20年尔，现在变做全球化瓦解，大家拢惊讲我的供应链去互敌对国家甲你锁掉，我现在要做药啊都无原料，所以开始大家佫开始保护主义，大家佫倒转来家己的国家内底，所以伫政府也是伫事业各方面都要开始去调整伊的方向。啊，我是毋是爱甲我的资本、我的工厂刷到印度去，刷到倒位去？这是咱最近一直伫新闻看见的。地缘政治下的国际观啊，台湾伫即几年忽然间毋捌亲像以前安尼，诚做国际注目的焦点。一方面咱感谢台积电，一方面咱也感谢讲疫情。啊，以前大家无人咧注意你台湾到底是啥物款。啊，即摆因为地缘政治的紧张，整个情势一直拢咧改变。啊，人工智慧啊，有时咱拢感觉你伫咱馆顶收到，你会感觉讲，哦，这敢正的哈？哦，真正人工智慧这么简单就可以啊，做一寡假的消息，还是假的这动作来啊？咱面对高龄少子化这种的危机啊，这拢咱即摆咧面对的问题啊，到底我的心安怎去面对外在环境的变化？来看，咱整个都把它弄出来，安尼可能较紧吼。伊甲咱讲，你爱放大居住的吼，整地好了后，啊，过来就是帐篷嘛，做较大者。啊，我到底内底要设备到什么程度？你若要住帐篷较舒服，啊，我内底都爱有什么款的物件，我爱去准备什么？有一摆我去 Yellowstone 露营啦，哦，毋知影讲迄个所在寒到迄种的程度，啊，准备到无够的时阵，你会感觉讲，哇，这暗暝会遐久安尼，等袂到天光出来。有时咱就是讲无想到，咱无了解等等，所以真正拄到问题的时阵，你没有办法来处理。咱来看下一个，伊讲爱锁啊扭较长咧，扭较用咧，该用较坚固迄漆仔就是咱银钉啦吼，钉互严啊，有时啊无咧，迄若风较大了，你规个天度去互风吹掉。什么是我会通甲我的人生该用好搁较知？我的家庭基础搁较稳固。有时啊，你性婚的中间，婚姻实在是真薄弱啦。伫结婚式的中间，要讲我愿意真简单，不过迄个愿意吼，背后你要付出的迄个条件甲迄个是非常的。你要互你的婚姻、你的家庭真坚固，迄个锁啊，迄个漆仔真重要。好，咱过来看整个拢出来吼。所以我会记得有一年吼，有一年，这敢若有一年大学联考吼，足早以前吼，用这个做题目，所以印象真深吼。讲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原来就是以赛亚37章，就是咱人生的基础有够坚固。你定根伫什么所在？我定根伫人生重要的基础就是我有够额的钱。啊，这钱当然真重要，经济当然真重要。敢是你唯一的基础？你的人生敢是讲我只要丰衣足食，我只要有够额通用啊？我安尼我就万事拢无问题。我想人生无遐简单的代志啦，吼啊！所以我到底人生建立伫什么所在？来，咱看下一个整个吼，就是讲先底甲这个受理的百姓讲，你倒等，你要准备你的心吼，向左向右啊来开阔，毋是干那倒等耶路撒冷尔，将来最这荒废的城，拢有人会徛起。所以这嘛是以有3章20节所互咱的一个上帝真宝贵的应允。有时咱所求所想的是干那安尼，所以上帝要互你的是搁较多。所以有时啊，咱敢若亲像去 Starbucks， 你到底要大杯你的小杯？伊个杯仔咧限制你内底会通容量偌济。所以咱毋望咱的心搁较宽，会通容纳搁较侪上帝要赏赐咱的稳定。好，咱看下一个。所以有一段时间，雅比斯的祈祷，诚做一侪人会即个感觉讲，哦，这雅比斯伫历代志录第4章，咱毋知伊为倒位来，毋知为倒位去，总是伊的祈祷互记载伫圣经内底。所以当时一个作者甲即个雅比斯的祷告，哇，大家感觉讲。
这个人真敢求呢。咱毋知伊的来历，敢若知影头前第9章讲，伊叫做雅比斯，是因为因老母吼是难产才甲生出来，伊要生产是真痛苦生出来，所以伊即种希伯来文讲雅比斯，毋知你互我受真侪艰苦就对了，你互老母受着真侪艰苦，名号落都无好听咧。总是人伊家己伫伊的人生的中间，上帝讲赏赐伊所求的，伊真敢求啊！愿你真是赏赐福气互我，互我的境界，互我的人生行搁啊长搁啊阔。你的手定定伫我的身上，伊求上帝保庇我，毋通互我拄着患难哦，我挡袂掉哦。啊，互我毋通定定忧闷哦。伊即种的祈祷啊，有人伫遐发展很多，总是随上帝开阔我的境界，互我知影我有限，总是上帝是无限。我是能力有限的，但是神的权能是超出我所会通想象的。咱来看下一个咱第2段的圣经吼也请咱来看这段主耶稣感觉，这个是罗加利亚4章是最后一章啊，是主耶稣讲完了后，甲伊的学生讲，这个就是我抑久甲恁伫地时对恁讲的话。所以我当时有讲摩西律法、先知以及诗篇，你看，这个代志拢应验伫我。然后圣经讲，就开因的心窍，互因会晓悟遐个圣经。意思就是这伊12个学生，也是伊这个门徒，因捌的圣经，当时是干那因所了解。摩西的律法安尼讲，这个先知安尼有言，也是讲诗篇有写安尼。总是今仔日主要所提醒因讲，我要开恁的心窍，用新的眼光来看。虽上弥赛亚虽然毋是亲像恁以色列人所求的，这个弥赛亚是像大卫，是一个军事的天才，是一个政治的领袖，互恁会通独立建国，甲恁想的无共。伊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嘛，毋是干那为着以色列人，是为着所有正人类。所以恁用新的眼光来读旧约的历史律法，恁敢毋是看见这3年伫我的身上拢完全应验嘛？来看下一个。所以佫甲因讲有安尼记载讲，基督的受苦，恁倒转去读这个以赛亚53章，就写这个是一个受苦的路步啊。伊要担当人的罪过，伊要甲罪犯做伙定十字架啊！伊要伫妇人的梦，甲伊同梦啊！总是伊第3天伊要过活，所以反悔甲下罪的道理，要伫即个受苦的弥赛耶稣基督的名来传到万邦。即个福音要为耶路撒冷开始传起。所以恁爱做这个事的干净。毋是我差派恁去尔，我也要找我的爸所应允的教伫恁。所以恁小可等一下，其实因讲即句话了，咱来看圣经，伊是搁等10天啦。伫五旬节的时阵，耶稣上天了，因伫耶路撒冷等10天尔，圣神降临，互因得到能力，互彼得敢起来讲道。听候对顶面迄个权力、迄个圣神，互恁有迄个勇气、有迄个智慧来传福音。穿衫，所以耶稣讲福音是啥物？就是人若伫上帝面前愿意认罪，然后悔改来接受耶稣基督替我的救赎，就要带来上帝赦免的罪。伫这个中间又特别强调讲，恁先达耶路撒冷听候，即马也毋是时，所以听候10天了，伫五旬节圣神降临。来看下一个。所以咱对这段圣经24章，甲整理起来。耶稣伫路加福音对学生讲最后一句话，强调讲：恁甲我甲恁做伙伫咧，以及我所经验的一切，互青面的看见，互摆骹的行，以及这圣经一切有言，你们对照在我身上，是毋是拢已经应验吗？就证明我是不是迄个弥赛亚。所以用新的心窍、新的眼光来看上帝救赎世间人的这个奥妙的真理。然后悔改会得到上帝赦免的福音。伫耶路撒冷圣神降临了，要为迄个城来传出到伫万邦。恁来做这个代志的见证。
圣神念伊会临到，这是伊最后的话。咱来看下一个。所以开门道的心窍，我看伫这段圣经分做4项。第一，因定心认捌耶稣的身份。这学生本来想讲，伊是一个劣币尔，伊是一个经学的教师，伊是一个拿撒勒人，伊会讲的道理，伊有关联，伊会通医治真侪人。总是因从来毋捌想象，耶稣就是迄个替咱担当罪过的羊羔，就迄半过节为咱牺牲的羊羔。所以定心认捌耶稣的身份，恁会通用我去看旧约，怎么样曾经预言，怎么样曾经讲，这些代志拢伫我的心上来应验。下一个，所以开阔心窍，就是讲，你检测认为讲，这我已经知影，总是伫时代变化、伫外在环境的变化了解，我定心得到启发。原来我以前的想法是干那局限伫这部分，但我今日已经得到开阔心窍。我看我袂当家己认为讲，我认识的就是绝对的，这个是绝对的，无其他的答案。咱用较宽阔的心，有真侪代志我无了解。随着外在环境，随着各种环境的变化，我得到新的启发。我想咱读圣经嘛是安尼，你30年前读的圣经，甲你今日读的圣经会无同，因为我有得到新的启发，开阔这个心窍，莫绝对化家己的思想甲观念。来下一个，第二个，佮甲因讲吼，就是第3日。伊甲因讲，恁是亲眼，恁是见证人啦，吼，恁是见证人，所以恁嘛有义务爱甲弥赛的故事传到万邦。所以迄个心窍是讲，你毋是路人甲乙丙，代志过了就煞。你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以前较无迄个行车记录器。以前美国即摆嘛无啥人咧用行车记录器，所以有时你发生车祸的时阵，你会想讲边仔有啥物人会通请做见证人，你甲登记伊的名个，将来我有需要的时阵，拜托你来甲我讲。当我发生515事件的时阵，警察留咧37个人，恁是见证人，你们在这里一个一个互人审问，留下你们资料，因为将来这个案件咧审的时阵，我需要。有这见证人在地亲目看见的人来讲代志的经过，安尼阮才有人清楚来判断。所以开因的心窍是甲因讲，恁毋是敢若做我的学生3年我要离开恁，安尼就煞。恁即马新的身份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是基督伊是对世人中告我，恁是见证人的身份。咱看下一个，对即马家己身份。如果你读圣经有新的领受，你可能会领受到新的使命。上帝让我知影，我应该安怎做。来下一个，我要找，就是你会通，搁一届领受英文，我找恁去。咱顶礼拜咧讲这个呼调动在找拣，找拣毋是讲就放恁家己去咯，是上帝圣神要甲恁三合一个，所以恁小可等一下。过10天了后，伫耶路撒冷要有关联，亲像衫甲恁穿塌落去，这是恁会通得到英文。下一个，所以恁爱奉伊的名对耶路撒冷万国，所以为着交代使命。路加福音第24章、马太28章，最后的遗言都是恁有使命，恁爱领受，恁有这个。做见证人去互人知影，只要认罪，就甲上帝和好，得到上帝的这个囝儿的身份。我们下一个。所以路加，咱知影路加第24章结束，然后路加继续写使徒行传，就是继续讲这个学生领受到圣神降临了，因怎样安尼一项一项来。所以你有通注意到几项代志吼，伫这段圣经50节。耶稣就传去到伯大尼的对面，伯大尼其实就是真晚耶路撒冷啦吼，耶手甲因祝福，祝福的时就离别因受直接上天。你一看见的时阵真趣味，就是耶稣是咧甲因祝福，安尼敢若牧师咧祝福的中间就没有停止呢。迄个祝福都是现在进行式呢。
我咧祝福的时阵，受直接上天，直到伊主耶稣有一天要再临。所以耶稣这个基督无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今仔伊爱祝福咱，伊爱祝福咱，直到伊的再临。啊，因就倒转去耶路撒冷大大欢喜，因常常伫圣殿内学乐上帝。所以今仔咱抑阁受祝福的。抑阁是为着咱死伫十字架顶的基督，一面祝福进行式，所以今仔咱抑阁领受这个祝福。总是使徒因倒转到耶路撒冷，当然因咧听候啦，听候圣神的降临，后来圣神真正大大降临。总是因这上帝选民，这以色列人吼，无想讲爱去到万邦去传这个福音，所以因很满足于讲继续伫圣殿来敬拜上帝。那看下一个，所以这是一个漫长，因知影，因领受到，所以要改变原来的习惯，所以要倒转去犹太教以前的背景，就等于伫圣殿内底常常伫遐来敬拜上帝。我们下一个，咱来路加伫遐安尼结束，然后接使徒行传，圣神降临嘛，然后开始有人领受这个福音嘛，人愈来愈多，所以因真欢喜，上帝也将得救的人日总是因无离开耶路撒冷因全停留伫耶路撒冷，无将主讲恁去万邦，对这个城去将福音传到迄个使命，甲藏在心内。所以不得已，咱看使徒行传，上帝用一个咱无爱，就是用苦难、用迫害，或者学生不得不改变讲，咱爱四线，无咱大家拢伫耶路撒冷会去刣死了。所以因就开始去到其他的外邦，去撒玛利亚，去犹太叫骗全地。所以上帝互客观的环境催迫因不得不改变因的行为。有时咱嘛是安尼。咱就感觉讲上帝开卡心讲这样就很好，我很满足这样子了，那安尼就好啊。所以上帝可能互咱环境改变，直到咱不得不向前来迈进。来，我看下一个。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最近在想讲，伫教会内定定咧讲异象，总伫社会是讲愿景啦吼。我咧想异象甲愿景敢有啥物无共？异象。一般咱教会人知影，我人听什么叫异象？上帝求上帝，互咱们教会有新的异象，互我有新的异象。异象有一部分是感觉是对上帝遐来，上帝对我的启示、对我的启发，亲像耶稣甲这学生所讲。这种愿景吼，愿景伫真侪这商业界，也是讲这企业界，伊嘛是咧讲愿景。咱公司毋是干那，咱有一个愿景。咱公司的这个核心的价值在哪里？然后咱这个行业将来发展，我会安那，所以迄个是咱的愿景。我们希望达到更理想、更完美的地步。所以我是讲愿景是较属于个人吼，伊的意识形态甲伊对外在环境变化的这个反应，会通互伊形塑出。我希望到什么样的程度？这完全是人的部分。所以异象是除了这以外，我望上帝，我谦卑来恳求你，互我有看见你对我性命的心意，你对咱们教会，你对台湾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婚姻，到底你有什么款爱我去完成的？安尼才是我爱去完成一个异象。好，最后，咱下一个。所以咱今年吼，讲第一进步到完全啦吼。完全的定义，你甲我绝对无共的。到底上帝所爱迄个异象，迄个完全，伊爱咱们教会到什么款的程度？伊爱咱的性命到什么款的程度？我今年20岁，我今年70岁，我上帝互咱伫世间，抑阁一定互咱，毋讲我食老无路用90岁都坐咧等上帝呼召安息安尼尔，毋是安尼啦。上帝对你一天到一天的异象，那有咱要安那？开阔咱的心窍，扩展咱的境界。来下一个，求上帝，互咱会通照今题目，就是我谦卑来恳求上帝，你互我搁较快的心看，互我知影讲，你要带我到什么款的程度，直到我甲上帝你相见面为止。
咱今日金句就用雅比书的祈祷，总是我小可甲改啦吼。雅比书求以色列上帝，伊安尼讲，总是咱就是用雅比书的祈祷来做咱今日祈祷，甲咱的金句，咱做伙来读吼。我要求上帝讲，愿你真实赏赐福气互我，开阔我的境界。愿你的手常常甲我直直，保庇我无拄着患难，互我无抵忧闷。历代志录上悬4章10节，求你开阔我的境界，求你时常甲我相合直直。我有搁用一个吼，咱毋知有清楚无？下一章，这英语的啦吼，英语真简单啦吼，毋知你看有无吼？咱来读一个英语的看卖者吼。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无共款的语言传达出无共款的意念。咱做来读看卖吼。Oh, that you will bless me indeed。吼，望你真实来祝福我，过落去 ，and enlarge my territory， 互我的境界搁较宽。That your hand will be with me， 你的手时常甲我相合伫咧 ，and that you will keep me from evil。对罪恶中间，互我离开遐罪恶 ，that I may not cause pain， 莫互我引起我的痛苦。这是伊的祈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恳求你，将以上赏赐阮，不管伫阮个人的性命，伫阮的家族、阮的家庭、阮的婚姻、阮的囝儿、阮的教会、阮的国家，祝阮亲像雅比书，求你开阔阮的心境，开阔阮的境界，开阔阮的信心。伫上帝面前，也求你的手时常甲阮相合伫咧，互阮无拄着患难，互阮离开迄个罪恶。求上帝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继续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194首，圣诗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请起立。请坐。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李梅新执事甲胡匡瑞执事来书献。
请坐。这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欢迎大家参加来敬拜。本礼拜起，咱期待真久的爱餐都要恢复供应。这个有小可改变，就是用这个爱餐会用这个餐盒盒餐来供应。而且为着要鼓励大家会当利用爱餐来三角交配甲关怀，所以爱餐会使限定伫地下室来享用袂使打包外带请兄弟到地下室来做伙用餐。有服侍兄弟需要预留的请事先通知服务组也是干事。也因为爱餐今日初初恢复可能无讲介周全要请大家谅解，会使提出建议帮伊来改善这嘛要特别感谢服务组的同工的辛苦。第二点，爱餐后请幼儿园董事老部到办公室来开董事会。第三，社宣组办的活动，这礼拜起就要开始开课有这个智慧手机班，礼拜二上午9点，长青乐活班礼拜4上午9点半，烘焙班礼拜5下晡1点。请有登记的兄弟都要记得来上课。第四点，周三的查经班本礼拜嘛要恢复上午的10点，拜三上午的10点伫地下室，要继续来查考这个撒加利亚第9章欢迎兄弟来参加。第5点，礼拜日是台南新学院纪念主日，杨顺从牧师将要代表南城前来正道请安。本堂的张牧师就会派到台南的良田教会请安。第6点，下礼拜日下晡2点到4点半有这个经典赞美诗合唱研习会在本堂举行只要是有对于这个合唱有兴趣的兄弟，都欢迎来参加。咱的圣歌队嘛会参加。第7点，3月24号是中秋主日咱要举行这个圣餐礼拜，若是有志愿受洗，还是跟信礼幼洗，还是信仰个别兄弟，请互牧师来知影。
请牧师补充。咱在座毋少人需要介绍今仔第一遍来南门教会无？我遮无资料吼，毋茫留咧吼。特别咱今仔日开始有爱中昼爱餐吼，咱即个较特别咯。咱即个爱餐是伫咱教会厨房煮的吼，所以早上才煮的吼，毋是冷冷的便当吼。所以咱看两礼拜刷，请咱大家落去地下室遐吼，咱做伙哪食哪来分享这个物件吼。咱也今仔日恢复迄个即个平安礼吼，真欢喜看到咱中间嘛有几个真久无看见，咱来行平安礼。即时咱来行平安礼，三甲的音圣诗527首，第1章。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因为耶稣，耶稣，咱再来用圣诗第400首，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仁爱甲你同在，无论是啥所在。
亲像长老我嘴，你望有我咪赶去主的光。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得的，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绿岛闭会。